我喺香港嗰邊過嚟嘅，我係有2、3隻牙啦，剝咗㗎啦，冇咗㗎，咁啊而家過嚟咧就送翻佢咯。我们能从片子看得到，任先生的牙齿比较糟糕，缺的也比较多。下面的话基本上缺了3颗牙，上面这边也缺了1颗，这个边缺的比较久，所以我们能看到它的间隙非常的窄，所以它基本上种不了牙。所以我们牙齿缺失要及时种植，不然的话，它牙齒移位，能力想要種的時候就不一定能種了。咁我都睇過啲價錢咧，呢邊算即係平咯 ，OK 咯。第一次種係啊，我未種過㗎。有啲緊張㗎，未種之前有打麻醉藥嗰陣時咧有啲痛，咁之後咧就完全覺得唔痛啦，已經都。原來整咗之後咧，原來都唔使驚嘅原來。咁佢啲手勢都 OK 好快咯。我會介紹佢過嚟呢度種咯，係啊。佢呢啲手勢幾好啊，種牙呢度睇牙就嚟得半尾。